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最近我们帮助加萨走廊嘛，人道主义的义工朋友们，他们很发心，都是在第一线煮饭呢，为这些挨饿受冻的人民百姓解决三餐的问题。非常难得，很慈悲，我们很赞叹。如果有因缘呢，我们要好好的鼓励他们，奖励他们，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发心，我们爱心的工作没办法往前来推动。所以我们内心里面无比的感恩呐。今天我要讲一个济人之急呀，帮助人在他最急难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接济他，帮助他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古代在江苏省楚州有一位姓王的人，他是以卖花为业的，他卖的花很鲜艳，因而他生意特别兴隆。有一天，王先生要回家之前，先到一座古庙啊，用小秤称银两。忽然听到叹息的声音，王居士惊奇往前看一下，就见一个破衣的男子正准备贤良致敬啊。王居士就劝他说：“你不要做傻事。”这个男孩子就说了：“小人不幸家业凋零，没有本钱做生意，我一贫如洗呀。现在年关将近啊，家里又没有柴火，没有米啊，妻子又临产了，我出外想借钱以应所需啊，竟然无人答应啊！我没有脸回家，不如一时算了。”就这么讲，王先生就说：“你若死了，你的妻子在生产当中无人救援呢，必然同小孩子一起死亡啊，那岂不是葬送3条生命吗？我今天卖花，除了资本8000外，我还赚了8000。我和你平分好了。”于是就将银子非常慷慨的送给要自杀的男孩子，也不问他的姓名了。男孩子感激万分，就叩谢离开了。王居士再到街上卖剩下的花，一直到天黑才回家。妻子在门口等候他，询问为何这么晚才回来呢？王居士把赠送银两救急的这件事情呢，告诉他的太太。妻子也没有怨言呐。他太太回答说：“刚才啊，我见堂中那个火非常的明亮，非常的亮丽，我怕是以为见到鬼了，因此我不敢在家里面了，我跑到外头来啊。”是这么情况。王先生就前往光源呐，发现到有3瓮的银子啊，上面附有元宝3锭，上面有文字写道：“救人3命，天赐新家。天特别赏识你，要你兴旺这个家庭。”是这样子的。王居士得到这些金银，就加以妥善的经营，好好做生意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家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一人有急事，我们让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，我们有限的物资能够缓一时的急迫，进而使对方得到活下去的力量。一念仁慈的心，能使天地产生祥和之气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人最需要的时候，最穷困的时候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可以讲说是最急迫的当下，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关心他，协助他，让他渡过难关。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有的本分。我们不能逃避，不能畏缩，也不能兼贪。在你能力所及，但是偏偏你逃开来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可以救很多人，但是偏偏你不敢去做，这样你违背了菩提心，丧失了你菩提心。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一种紧要关头帮助社会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，社会更加和谐，减少一些不幸的案件。我们今天活在世界很短暂，一口气上不来，你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。你想要做善也来不及了，没有那个因缘了。但是我们做的一点一滴都在因果当中，我们要及时行善，因为有你带给众生幸福跟快乐，功德无量，天地都给你赞叹，诸佛菩萨也欢喜。更重要的，我们更应该心地柔软，更加好好的念佛，发愿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佛更加的欢喜。坏的人念佛，佛也救度他，但是坏的人，佛看了有一点哀伤。为什么不好好一心向善，浪子回头呢？如果你是善的人念佛，那肯定一定到极乐世界。
佛陀看到善的人非常的欢喜，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了佛菩萨的一番心意，我们要好好的力行善事，一心为众生来付出，这是我们做人应该有的本分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